台南检警抓到伫台南嘉里一大比较放粉鸟协会涉嫌跋筊，有抓到会长，还有干部计共7个人，跋筊的金额超过1亿。警方嘛调查出来讲，伫今年春天时有举办比赛，1349只粉鸟飞出去比赛，毋过飞有转来敢若15只，其他的拢死翘翘。专案即马是依照违反跋筊罪、违反动保法移送法办。大批警力来到台南市嘉里区一个赛鸽协会办公室搜索，每一份资料拢详细检查。台南检警去年捌查乡麻道区某赛鸽协会涉嫌跋筊，也亲像使用虚拟、人头角色、甲超联角参赛等不当手段来诈领大笔奖金。今年初各将押证至嘉里区某赛鸽协会，亲像也有同款的状况，初次前往搜索，逮捕涉案会长等7名成员。专案小组为保全不法犯罪所得。进行扣押涉案账户，冻结出金。检警现场查扣挖10个口座，交金大约1亿1千万。警方表示，这个赛鸽协会今年春季赛鸽已经结束，交金达到5600万。夏季赛鸽6月初7开赛，有超过4000只粉鸟参赛。检警迄天伫开赛进前前往查缉，利用每赛季海上竞奖的严峻赛事，因海象以及风向等不特定因素，往往造成完赛的赛鸽归还几率极低。警方也发现，这个赛鸽协会每一季举办比赛，比赛过程严格。今年春季赛一开始，就有1349只赛鸽参赛，最后只有15只完赛，规范率只有1.11%，其他的赛鸽全拢死亡。幸好以涉嫌跋筊、动保法等罪嫌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